车驶伫高速公路，有一支物件向飞过来，看一个真是一支宝头，和这个赛车的工小姐惊一跳。很明显看到一个像木棒的东西弹起来，就丢过来。工小姐倒买4个月，爱车安尼卡一个钣金猫落去，不过伊嘛讲真加载，当时飞过来宝头，毋是向驾驶座扑落去。我很害怕，如果它是打到我的玻璃耶，如果不够冷静，我如果急刹车的话，那不是很危险，连环车祸。这个工小姐15月下晡2点外，赛车经过国道3号上北334公里的所在，这支宝头敢若是本来落伫共向的车道内，和头前车交着了后喷过来。用相片来做比对，这支宝头长差不多一个大人悬，不过一般拢放伫轿车后筒，也是货车后斗，一般拢是放平平，无啥可能讲会落落来。所以讲，敢是有人调工等这个宝头的警方会主动调查。国道散落物阻碍交通，并容易引起事故，除了处罚新台币9000元到18000元罚款，并负担处理作业费，每半小时3000元。警方嘛提醒讲，无论讲是毋是故意的，伫国道物件落来，技术人员的伤亡严重者，恐惊会涉嫌公共危险罪。驾驶赛车前一定要再三确认，像即摆宝头真正好人着惊。这个工小姐讲，加载伤着是车，若无食后果不堪设想。Hello， 我是郑慧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